好，给你38克，打个卷草纹的手镯。38克，打个卷草纹的手镯。小小意思啦。安排。嚟，然後7號程度啦，係咪？好。第40克左右。佢重一啲，佢個花紋就出嚟一啲。佢如果幼啊，個花紋冇咁大。明天休息。去过生日呗！你生日啊？我生日啊！这不意思一下，发个红包给我。你现在剪这么多出来，这个损耗不很大？是啊，这个损耗是比较大一点。花纹没办法呀，那你必须要压出来那么多。怎么了？好看没办法。对呀。我哋搶下黑葱，36.82克。